今次係講個 Instagram 嘅絕密 hack， 呢一個 hack 似乎暫時未有人講過。如果你係有投訴過 Instagram 咧，好多廣告，好多不知所謂嘅 recommendation， 而且佢嘅內容係唔順時間序的話咧，呢一個 hack 就非常之適合你。但係你要 download 咗佢哋最新嘅剪片 apps Edit。喺 Edit 裏邊咧，打開咗之後，左手邊第二個 icon 咧就係一條 video feed 嚟嘅。呢條 video feed 咧，佢叫 inspirations， 即係俾啲靈感你去創作。佢會建議一啲影片俾你睇，但係除咗 inspiration 之外咧，你可以 switch 去 following。即係話咧，你追蹤咗嘅 account， 當你轉成 following 之後咧，你就可以順時間序去睇你自己 follow 咗嘅 account 嘅每一條影片，而且冇廣告，冇多餘嘅 recommendation， 甚至你唔會有 like、comment、share 任何嘅互動，好單純咁去睇你 follow 咗 account 出咗咩影片。當然啦，如果你係喺當中揾到一啲嘅正嘅影片，希望咧成為嚟緊做其他影片嘅參考咧，都一樣有個功能去俾你去 clip 起佢。但係咧，你純粹想睇下你 follow 咗一個 account 出啲咩內容嘅話咧，呢度可能俾你一個幾好嘅觀賞體驗。